國道旁邊發現一具被肢解嘅女性屍體，雙胸同下面被割走，碎屍下面仲壓住一張字跡扭曲嘅紙條，上面寫住淫婦嘅代價。案發7日之後，兇手俾警察捉到，佢不單止冷靜承認殺咗自己老婆，仲交代話自己食咗佢對胸同下面，甚至仲講到自己早就勒死埋2個女，仲狂言我最後悔嘅係冇殺埋老豆，因為佢話大女原來係佢同老婆亂倫生出嚟。2006年12月20號喺安徽宿州101省道邊，有人發現咗2個紅色旅行溫、2個黑色膠袋，同一個細路用嘅雙肩書包，唔知係邊個隨手掟喺路邊。有個入城嘅婦人見到，心入邊起咗好大嘅好奇，就走埋去想睇下入邊係乜，但佢啱啱行近，就聞到一陣刺鼻嘅血腥味，嚇到即刻後退一步。佢身邊個男人見佢反應奇怪，反而膽大包天，直接打開個溝網入去。結果就喺嗰一刻，佢見到咗一生都唔會忘記嘅場面。A 入面竟然裝住一個人嘅上半身，冇頭冇手冇腳，胸口位置係2個深深凹入去嘅血洞，畫面恐怖到令人發毛。男人即刻報警，警察接報之後第一時間到場，小心翼翼將上半身拎出嚟。就喺嗰陣，佢哋喺屍塊底下發現咗一張紙條，上面寫住5個字：淫婦嘅代價。之後再打開黑色膠袋包住嘅帆布袋同書包，警察發現入邊裝住嘅係死者嘅下半身，雙手雙腳同內臟，將現場揾到嘅屍塊拼埋一齊之後，法醫確認遇害者係一名女性，死者嘅頭胸同下體全部唔見咗。喺帆布袋嘅側袋入面，警察仲揾到一張1寸黑白相，相入邊係一個大約30幾歲、留住平頭微粗眼大嘅男人。除此之外，現場仲有幾件沾血嘅女裝同幾件細路衫。根據死者身上胸口同下體等部位被惡意破壞嘅情況，警方初步判斷呢宗案件極可能係情殺。而現場嗰張男人相片更加令警方起疑，一個無關嘅人相點會出現喺現場呢？因為兇手手段極其兇殘，警方即刻成立專案組，仲立誓話10日之內破唔到案就自動辭職。首先，專案組將調查方向集中喺嗰張相上，佢哋將相導入當地人口資料庫比對，結果發現有26個人樣貌同相入邊個男人相似。專案組一邊派人喺現場周圍走訪，一邊詳細調查呢26個人嘅底細，但係查咗大部分人都冇線索，唔係單身就係案發前幾日都喺屋企冇出門，根本冇作案時間同動機。另一邊有專案組成員喺案發現場附近走訪時有咗新發現。當日早上，有目擊者見到一個開的士嘅男人將幾個裝住屍塊嘅行李掟喺現場。不過因為當時大霧，目擊者睇唔清個男人樣，車牌號都記唔到。知道呢個情況之後，警方即刻懸賞10萬蚊，徵集關於拋屍男子同現場相中男子身份嘅線索。同時為咗盡快確認死者身份，警方透過媒體公開案情，展示現場發現嘅衣物，呼籲群眾提供線索協助破案。懸賞公告出咗第4日，案情終於出現轉機。有個喺加油站做嘅老人話俾警方知，箱入邊個男人係個開的士嘅司機，經常嚟佢嗰度入油。的士司機呢個身份同目擊者講嘅拋屍男子描述一樣，即刻引起專案組高度警覺。警方隨即對呢個男人展開深入調查，好快就查清佢真正嘅身份同背景。呢個男人叫朱大鵬，1971年出世，安徽宿州市松橋區欄杆鎮柏山村人。因為同父母同細佬一家人唔啱啱 key，喺案發前2年，即係2004年，佢就帶住老婆蔡紅蓮同2個女，由柏山村搬去宿州市區住。之後，朱大鵬識咗一個32歲嘅女人叫周芹，冇幾耐，2個人就搞埋一齊，變成情人關係。而且周芹都係有夫之婦。為咗方便幽會，朱大鵬仲喺外面租咗間房。至於佢老婆蔡紅蓮，原本喺杭州打工，但係喺12月18號返宿州之後，就再冇人見過佢。而朱大鵬大女嘅班主任都話，喺2006年10月底，朱大鵬幫大女朱藍辦咗轉學，之後老師同同學再都冇見過朱藍。佢3歲細女都一樣下落不明。朱大鵬有老婆又有情人，老婆又突然失蹤，呢啲情況全部都同專案組最初判斷嘅情殺吻合，所以警方好快就將佢列為重點嫌疑人。初步認定被肢解嘅女屍好可能就係佢老婆蔡紅蓮。經過多方調查，去到2006年12月26號，專案組鎖定咗朱大鵬同情人周芹嘅藏身地。雖然朱大鵬唔喺度，但警方成功控制住周芹，隨即展開審問。起初周芹好狡猾，死口話自己乜都唔知，
連朱大鵬係邊個都唔認。但好快，專案組就攞到證據拆穿佢個謊。喺屋入邊，警察揾到咗佢同朱大鵬嘅親密合照，仲搜出一張可疑便條。經筆跡鑑定之後，確認便條字跡同案發現場嗰張紙條出自同一個人手筆。睇住呢啲證據，周勤終於唔再嘴硬，承認兩張紙條都係朱大鵬寫嘅，仲交代出佢知道嘅嘢。根據周勤講，喺案發前6日12月20號，朱大鵬揾過佢，當面講咗一句我殺咗蔡紅蓮，仲話想拉埋佢一齊逃走。聽到呢句，周勤即刻嚇到呆晒，邊敢同個殺人兇手走？於是又驚又拒絕，一邊推搪一邊摘低朱大鵬送俾佢嘅頸鏈，塞翻俾佢當盤穿，叫佢自己去避一避。見情人唔肯走，朱大鵬冇再纏住，一個人坐車去上海。但係因為冇講明喺上海邊落腳，專案組即刻派出3名警員連夜追去上海，並通知當地警方協助搜查。同時間，宿州專案組繼續走訪調查，最後揾到朱大鵬同老婆一齊租住嘅屋，入邊滿地血跡，仲有一把沾血嘅殺豬刀、一條尼龍繩同埋一啲未處理完嘅人體組織。根據現場情況，警方確定呢度就係第一案發現場。再結合2個女都唔見咗嘅事實，專案組推斷佢2個女好可能都已經遇害。另一邊，喺上海追查嘅警方都有重大發現。12月27號，即係案發第7日，佢哋喺一個工地上捉到咗逃跑嘅朱大鵬。被捕嗰陣，佢異常冷靜，完全冇反抗，乖乖同警察返宿州。返到宿州之後，警方即刻審問佢，朱大鵬冇狡辯，爽快承認死者就係佢老婆蔡紅蓮。佢承認老婆同2個女全部都係佢親手殺死嘅，但係下一句震驚全場。佢話：我最遺憾嘅係未殺埋我老豆。一個沉迷出軌嘅男人，點解殺完老婆同女之後，仲心心念念要殺死自己老豆？佢哋父子之間到底藏住乜嘢恩怨呢？為咗搞清楚朱大鵬講嗰句最遺憾未殺老豆背後嘅真正意思，專案組開始全面調查佢同老豆之間嘅恩怨糾葛。結果顯示，呢段怨恨其實早喺幾十年前就已經埋下咗種子。朱大鵬出世冇耐，因為父母成日忙住工作，所以一直都係由爺爺嫲嫲照顧。從細被寵到癲晒，想要乜有乜，養成咗一個自我中心、驕縱又唔識講理嘅性格。直到佢6歲嗰年，父母生咗第2個仔，先至將佢接翻屋企自己教。佢老豆朱光係間小學嘅老師，做人嚴肅又古板，見個仔有咁多壞習慣，自然就特別嚴格，定下好多家規。而當中最令朱大鵬耿耿於懷嘅，就係嗰句乜都要讓細佬，細佬乖巧聽話，自然更得父母歡心。老豆對細仔就溫柔體貼，對佢就成日鬧成日打，長年累月咁落嚟，朱大鵬心入邊嘅不平越積越多，性格開始變得極端偏執。佢始終覺得老豆偏心，從來冇真心錫過自己。1993年，喺老豆一手安排之下，22歲嘅朱大鵬同佢高中同台蔡紅蓮結婚。婚後冇幾耐，佢就出外打工揾食，一年到頭只係過年先會翻屋企住幾日，老婆就一直留喺老家等佢。1996年，佢喺外面打工嘅期間，大女朱楠出世。照理講，結婚3年，終於有個仔女，應該係件開心事，但結果完全相反。朱大鵬冇半點開心，反而怒火中燒，堅信個女唔係佢親生。原來佢結婚之後，因為老婆遲遲冇懷孕，佢曾經去醫院檢查過，醫生話佢輸精管有問題，幾乎冇生育能力。再加上隔離村啲人閒言閒語，話佢老婆同老豆搞埋一齊，話個女係亂搞生出嚟。呢啲流言令佢徹底相信咗老婆同老豆有染。其實之後佢再去醫院復診，醫生話佢只係精子成活率低，唔係完全冇能力。但佢一於唔信，死咬住老婆出軌老豆呢件事唔放，仲話自己個女係見不得光嘅孽種。得出呢個結論之後，朱大鵬整個人都崩潰晒，衝去質問老婆，問佢係咪真係同佢老豆有一腿，女兒究竟係邊個嘅。面對佢咆哮質問，蔡紅蓮冇正面答，只係冷冷咁講咗一句：如果你打我鬧我會舒服啲，咁你就喐手啦。呢句說話喺朱大鵬耳中就等於親口承認，但係要記得呢一切都只係朱大鵬自己講。蔡紅蓮已經唔喺世，死人無法開口辯解。就算佢真係講過嗰句，我哋都唔知嗰句係氣話定係絕望之下嘅放棄。真相早就被朱大鵬自己嘅偏執掩埋咗。從嗰陣開始，佢就對戴綠帽嘅老豆恨之入骨，父子關係急劇惡化，連阿媽佢都怨埋，覺得老豆同老婆偷情，阿媽一定知情，但冇出手阻止，所以佢覺得阿媽都有份錯。除咗呢啲，
朱大鵬仲認為父母偏心細佬，數晒好多唔公平對待，例如當年結婚之前，老豆口口聲聲話會送部縫紉機俾佢老婆，結果幾年都唔兌現。朱大鵬質問佢老豆點解，老豆反而翻咗一句：就算我唔買你，又可以點我？仲有一年，佢屋企嗰條村發洪水，佢暫時將屋企個風扇放咗喺細佬屋企，退洪之後，老婆想攞翻，細佬嫂死都唔肯還。蔡紅蓮只好揾朱父調解，結果朱父居然對細佬嫂講：嗰部舊風扇還翻俾佢啦，聽日我買部新嘅俾你。呢件事令朱大鵬氣到極點，佢最難釋懷嘅就係父母對孫仔孫女態度天與地之差，對細佬啲仔女關心備至，對佢自己啲女就漠不關心。大女朱藍4歲嗰陣，佢交俾阿媽湊，有一次發燒燒到40度，阿媽都唔肯帶去睇醫生，任由佢燒。朱大鵬知道之後勃然大怒，打電話鬧阿媽偏心。阿媽仲冷冷咁回佢：你又冇俾錢我邊有錢帶孫女睇醫生？但如果細佬個仔啲小毛病，佢哋就緊張到不得了，3日2頭幫手湊，仲會俾錢幫手睇醫生。時間一耐，朱家父母同朱大鵬夫妻之間矛盾越嚟越深，終於喺2004年，佢決定帶老婆同2個女搬去蘇州生活。搬去之後，朱大鵬報咗駕校，打算攞車牌做的士司機搵口飯食。就喺駕校，佢識咗細2年嘅女人周芹。喺佢眼中，周芹比老婆靚得多，又溫柔體貼。有一次佢手頭緊，問周芹借錢，周芹雖然自己都唔富裕，都毫不猶豫借咗1萬蚊俾佢，仲從未要求佢為自己使錢，令佢覺得呢個女人真心愛佢。而更令佢着迷嘅係周芹生過個仔，冇仔一直係朱大鵬心入邊最大嘅痛。村入邊啲人成日背後講閒話，笑佢要斷後，令佢越諗越偏激，甚至起咗個荒謬諗法，想要周芹幫佢生個仔。佢仲直接向老婆坦白自己出軌，仲要求離婚。蔡紅蓮當然唔肯，惡狠狠咁講：你敢離婚，我就將你出軌嘅事講到全村都知，睇你仲有冇面做人。夫妻關係自此跌到冰點，但係講到底，以上一切都只係令到朱大鵬對父母同老婆嘅恨更深，而接住落嚟發生嘅事，徹底擊爆咗佢心入邊嘅怨氣，令佢生出咗財富嘅念頭。雖然最後冇殺到老豆，但係就此一步步墮入黑暗，做出咗殺妻滅女嘅喪心行為。2003年，朱大鵬嘅細女出世，呢個新生命一度令佢同老婆嘅關係有所改善。因為懷孕期間，老婆全程都喺佢身邊，冇機會再俾人講閒話，所以佢好肯定細女係自己親生骨肉。正因為咁，佢對老婆嘅懷疑暫時減退，同父母之間嘅關係亦開始慢慢緩和。仲特登帶老婆同2個女返老家，同父母細佬一家圍埋食咗頓團圓飯。但係喺飯台上，朱父嘅偏心有一次擺喺面前，佢不斷夾肉夾菜俾細仔個仔食，對朱大鵬2個女就完全唔理。呢幕令朱大鵬心頭嘅火又燒起，佢覺得老豆眼入邊永遠都冇自己，所有嘢都係因為細佬嫂生咗個仔，而自己得2個女，冇地位冇尊嚴。飯後第2日，朱父叫佢順路帶細佬嫂入城，但朱大鵬早就應承咗隔籬屋鄰居要搭佢車入城，所以以車坐唔落為理由拒絕。冇諗到呢件微不足道嘅事，竟然成為壓垮父子關係嘅最後一根稻草。朱父聽完唔單止唔理解，反而破口大罵，話佢冷血無情，唔識顧家，話佢買咗車就識拉外人，唔識拉自己人。呢啲話字字插心。朱大鵬本身就因為2個女被冷落鹽粉，再被咁樣一鬧，情緒徹底爆炸。佢紅咗眼，反罵老豆，話佢偏心又偽善，仲惡狠狠咁鬧細佬嫂係騷貨。全屋人都嚇呆咗，2父子邊個都唔肯讓步，場面僵硬收場。第2朝一早，朱大鵬照樣開車帶老婆2個女同鄰居返城，行到半路，佢收到細佬嫂電話，電話入邊細佬嫂質問佢點解要咁侮辱自己，仲冷笑話佢係因為妒忌自己生咗個仔，先要出口發洩。呢句話就好似一支火柴，點着咗佢心入邊積壓多年嘅仇火。佢強忍住怒氣，先將人送返城，然後即刻掉頭返村，衝入細佬屋企，一把抱起細佬嫂個3歲仔，惡狠狠咁話要摔死佢。細侄嚇到面青口唇白，嚎哭唔停。細佬嫂當場跪低求佢放過孩子，見到對方終於低頭，朱大鵬甩咗佢一巴掌先肯放手，但佢心入邊嘅怒氣冇平息，反而更加熾熱。佢將一切罪過都怪喺父母頭上，覺得係佢哋縱容偏心，先至令今日變成咁。佢怒火中燒，喺細佬屋拎起把菜刀，衝去父母屋，打算砍死佢哋。
但到咗屋企發現冇人。佢滿村咁大聲叫住父母個名，點都揾唔到，最後無奈之下先放棄。冷靜落嚟之後，佢突然醒覺，殺人要坐監，但佢心入邊嘅恨意已經控制唔住。腦海入邊冒出一個更加可怕嘅念頭，喺殺父之前，要先安排好老婆同2個女。佢所講嘅安排就係滅口，佢打算先殺掉唔清白嘅大女，然後將確認親生嘅細女交俾情人周勤撫養。諗好咗計劃之後，佢買咗醒安眠藥，仲特登買3個紅色旅行箱準備裝屍。10月25號，趁老婆喺杭州打工唔喺屋企，朱大鵬開始喐手。佢煮咗碗稀飯俾2個女，偷偷落咗安眠藥。大女食完唔耐就瞓咗，細女冇食，佢唯有等到佢都瞓咗。10月26號凌晨4點幾，朱大鵬用尼龍繩勒死瞓緊覺嘅大女，然後將屍體搬入出租車尾箱，再帶住3歲細女去周勤屋企，想交俾情人照顧，但周勤拒絕，話自己照顧唔到人哋個仔女，要佢自己處理。被拒之後，朱大鵬心魔徹底爆發，覺得細女留喺身邊只會拖累自己，竟親手勒死3歲親生骨肉，再將屍體丟入車尾箱，隨即開車返老家朱寨村，將2個女嘅屍體埋喺宅基地底下。做完呢一切，佢覺得終於冇後顧之憂，可以放手去報仇。夜入柏山村，將車停喺老豆每日返工必經之路，打算用車撞死佢。10月27號朝早7點幾，朱父照常行過，朱大鵬猛踩油門直衝過去，朱父嚇到一撲，避入學校門口鐵欄杆後面，僥倖逃過死劫。佢見到開車撞自己嘅竟然係親生仔，氣得破口大罵。朱大鵬亦唔甘示弱，2人當街對罵。圍觀村民越嚟越多，佢見形勢唔對，明知殺父計劃失敗，只好踩油走人。殺完2個女冇耐，老婆打電話返嚟，話自己失業要返屋企。佢驚老婆發現真相報警，又記起佢曾經威脅要毀佢聲譽，怨恨再起，決定痛下殺手。12月18號，老婆返屋企，因為感冒要飲藥，朱大鵬趁機將安眠藥磨成粉，混入感冒沖劑入邊。蔡紅蓮飲完冇耐就暈低，佢再用繩勒死咗老婆。殺妻之後，朱大鵬心入邊充滿狂亂同報復嘅快感，諗起多年前嘅傳聞，覺得老婆對唔住自己，於是殘忍分屍，切走胸部同下面，仲喺紙上寫低淫婦嘅下場幾個字羞辱佢。更喪心病狂嘅係，佢竟然將切落嘅部分煮熟食咗，話咁樣先出得口氣，先算報仇。12月20號朝早6點幾，佢開的士去101省道，將裝有屍體嘅旅行箱同膠袋隨手掟喺路邊，之後去揾周勤，講咗最後一句再見，就獨自潛逃上海。喺工地打工避風頭，逃亡期間，佢仲掛住欠周勤1萬蚊，發咗條短信俾對方話：我被通緝懸賞5萬，今生無力報答你，唯一能做嘅就係勸你去報警換5萬獎金。最終被捕之後，喺審訊期間，佢唔單止交代咗殺妻滅女嘅經過，仲爆出9年前嘅一宗舊案。原來佢早喺當年就親手毒死咗18歲嘅細姨蔡賢麗。原來當年仲未夠18歲嘅蔡賢麗，為咗準備考幼師學校，曾經喺朱大鵬屋企暫住過一段時間。因為蔡賢麗有肚痛嘅老毛病，朱大鵬時不時都會幫佢熬藥，有時仲會教佢補功課。就係喺呢段日子入邊，朱大鵬對呢個年輕貌美嘅細姨仔起咗歪念，冇幾耐喺佢誘騙之下，蔡賢麗同佢發生咗關係，仲意外懷孕咗。懷孕之後，蔡賢麗想朱大鵬同佢結婚，但係朱大鵬點會願意？佢係姐夫，竟然同自己老婆嘅細妹搞埋一齊，要係俾人知佢點抬得起頭。於是佢氹蔡賢麗，話等佢讀完書，到咗法定結婚年齡之後，就會娶佢過門，仲帶佢去做咗人工流產。朱大鵬以為呢件事就此了結，冇諗到過咗冇幾耐，蔡賢麗又再次出現，話要佢信守承諾娶自己為妻。朱大鵬當然唔肯，反而惱羞成怒威脅佢，話如果再纏住佢就唔客氣。但蔡賢麗冇退縮，仲放話如果佢唔娶自己，就要將2個人嘅事講晒出去，要佢身敗名裂。見對方咁硬頸唔肯收手，朱大鵬殺意頓起，而且好快就實行咗。1997年4月15號夜晚，朱大鵬偷偷喺屋企拎咗包老鼠藥，將毒藥倒入蔡賢麗碗稀飯入邊，毒性發作得好快。蔡賢麗啱啱食到一半就暈咗落地，朱大鵬即刻裝出緊張樣，大叫鄰居一齊將人送去醫院。但係等送到醫院，蔡賢麗早就斷氣多時。
因為佢本身就有肚痛毛病，又冇明顯中毒特徵，再加上喺其他人眼中，朱大鵬對呢個細姨一直好照顧，冇人懷疑佢會落毒。醫生最後只係確定人死咗，就判定為突發疾病。就咁，朱大鵬成功瞞過咗所有人，避過咗法律制裁。至於佢當年殺蔡賢麗嘅動機，外界有兩個講法，一個係上面所講嘅感情糾纏，另一個係喺佢落網之後，有記者採訪佢嘅時候調查出嚟嘅版本，話蔡賢麗喺佢屋企暫住期間被朱大鵬強行侵犯，因而懷孕。為咗掩蓋罪行，朱大鵬最後選擇落毒滅口。案件最終經安徽省人民法院審理，法官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朱大鵬死刑。喺庭審上，法官問佢仲有冇咩最後要求，朱大鵬面無表情咁講：我淨係想最後見周勤一面。法官冇批准，只係話會錄低周勤喺派出所講嘅說話俾佢聽。而周勤本人因為犯咗包庇罪，都被判咗1年半徒刑。2008年2月3號下晝3點，宿州中級人民法院喺驗明朱大鵬正身之後，依法對佢執行咗槍決。至於大女嘅身世之謎，其實喺朱大鵬被捕之後，專案組早就挖出佢嘅遺體，同朱大鵬做咗 DNA 親子鑑定，結果顯示大女確實係佢親生骨肉。但就算證據確鑿，朱大鵬依然死口唔認，堅持話自己老豆同老婆有奸情，話個女唔係佢親生。專案組問佢有冇證據，佢又話冇，只係懷疑。警察再去揾朱父查證，朱父亦堅決否認。回望成件案，表面上睇，朱大鵬殺妻滅女係因為懷疑老婆同老豆亂搞，生出大女，所以心生怨恨，最終走上不歸路。但係實際上呢啲講法好可能只係佢自己編出嚟嘅借口。DNA 證實大女係佢親生，根本冇證據顯示有亂搞，而且佢殺人前後對老婆並冇厭惡，反而表現出極強嘅佔有欲，甚至做出殘忍至極嘅事。所以分析嚟睇，佢真正嘅動機好可能係因為冇兒子長年被人恥笑，心理變得極度自卑同扭曲，再加上父母明顯偏心細佬，而情婦周勤又以你有家庭為由拒絕佢，佢將所有憤怒都發洩喺老婆同女身上，覺得佢哋係阻住自己重生嘅絆腳石。佢殺人唔係出於愛，而係出於極端嘅自私同控制欲。為咗一個根本唔確定嘅情婦承諾，佢親手毀咗4條人命。而當佢發現周勤其實根本唔會真心陪佢走落去，佢仲講咗一句令人毛骨悚然嘅說話：如果佢唔肯嫁俾我，我都一定會殺咗佢。多謝大家追完今期案件，大家可以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。我係 Leo 啊，得閒記得 follow 我個頻道，下次見。